来看婚林的消息，婚林这个卖料乡公所为了帮助乡内农渔友推广家己的产品，由农经科来主办，邀请乡长以及业者做直播。活动中除了好这个农渔民推销家己物件，嘛现场教大家煮食料理。另外透过网络来抽奖，希望讲透过这款活动，让民众更加了解卖料在地农渔产。 卖料乡公所伫农经科的规划，连续2礼拜来办网络直播的活动，邀请乡长和业者来到乡公所做伙小解卖料的产物。麦寮农渔够好卖，主要就是要提升我们麦寮农渔产品的能见度啦，真的很新鲜，然后非常的有一些创新的地方。那我们提供这个直播平台，让我们麦寮的青农或是优秀的农渔产品的商家，可以在这个直播平台上介绍他的商品。这摆参加直播的业者主要以渔产为主，有创新的产品，嘛有在地乌鱼养殖业者。 除了和民众熟悉产品，嘛伫现场教大家煮食。然后去萃取出鱼的浓缩液，然后跟在地的黑豆、黄豆下去进行酿造，然后制作出来的一款鱼的酱油。卖料乡内农渔产会使讲是真丰富，加上这几年嘛有真侪青年回来家乡开发产品。还是乌鱼子，还是讲那台湾鲷，还是有一些罐头都有了哈。 有兴趣的民众嘛会使看直播来了解。